杨公公。认得个呐？这玩意认得个？杨公公啊。也是认得个呐。有学生。肯定是学生。哎，辈分我讲不清爽。对，更加有的学生对。我晓得个。哎，侬对了，谢谢。兰州。兰州。你不大搞，上上看，说不定你妻子。我妻子比我先天个。有可能的。少年，你讲，我不晓得你不认得我，快点讲，5点钟，少年。5点钟来不及。来不及，来不及嘛，我走吧，走吧。催着来了，走着，5点钟来不及认得你啊。我去过那啥菜，我认为是个一官汉自家，不是官汉人家，懂？来一只也是人家。接下来是吃，正按现在休息几分钟。哦，拿手机弄得去帮你扣扣阿爹。扣阿爹啊。对，我他自家。几分钟，3分钟。啊，来一只，孙子来看你了。阿爹啊。嘿。哎。哟，孙子哪晓得个呐？那个啊。不是，孙子来看你了啊。阿爹啊。问一个，你自家煮啊，你马上一样子，带动啊，阿东。再会。阿爹再会啊。再会。4日天高原才晓得，爱上再会竟然是永别。其实，沿着人生的大路往前头走，再爱还是一棒头的。充其量当作往这个山寨头，各有千锤百战。哪那个所以？这地方我看个，奶奶等。不要紧了，再会。再会。都市花园收上去个2个老板，李先明、刘德清，让我整整2年份农场工资。你到个烂口，在了铁沙拉里向的某一幢房子里，不晓得现在低糟低脱。破产之前，为之骗民生银行的贷款，每个号头需开真实3发票充应收账款。你哪晓得我做会计的？但最后实在弄不理天子，干脆盘起来，我的离职收入是得了我挂码头的一杯咖啡馆里签个字。上去嘛，办公室里实在是太糟聚。看看李先明，现在为了我朋友圈里接着告诉侬一家喊讲，蓝头发了还2个老板眼睛角里，还发觉一张菜纸。所以送他，但是一花带手心出来着。有种人也讲着，你还是对那个铺子落索的地方情有独钟啊。像啥除脱下子商店，没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外。因为现在我已经被191个人的手心层插起接流群拉制进去。据说是因为我发个视频讲出自大多数蓝泥居民的心声，但是任何事体侪有这个两面性。当你都通过一扇扇灰蒙蒙的玻璃窗望向自家的人生终点站，有可能会捉不准方向的辰光，你都也扪心自问，为啥不计其数的同龄人可以住高级养老院、住电梯房，甚至别墅？再深层次想想，当个点住电梯房的人，为之赚外快，或者被包推头冒贴片，不成过孤单东孤单西。冒年夜饭发宣传单一，浪得了脚底下个几杀级人工兵的辰光，你都辣海做啥？当个点住了高级敬老院里向的人，为之开大学、原谅刺骨，为之生活里吃菜煎熬的辰光，你都辣海做啥？当个点住了别墅里的人，为之一笔流动资金白吃白喝，还有得黄狼刷通出来的辰光，你都辣海做啥？当拿侬脱离烂破旧的希望全部寄托了出钱身上的辰光，你不是海海就为你。有句话搿风雨日里的站浪向，你坏了席梦思浪向困眼站。有句话搿阳光灿烂的下半日，你辣海麻将馆里向起上人。还有句话搿黑风干的半夜三更，你待在了3点水里向难以自拔。看看埃点无奈无知的人，改变生活的机会，就像树荫一样，公平的落在每个人的身上，能否静静招来，决定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命运。当你每日天回到一场一个黑不落脱的屋里困觉的辰光，你至少应该想想，暗室里是否有白花花的墙头，寻过来。